大型新盤配套完善，向來備受用家同埋投資者歡迎。西沙 Sierra C 早前開售首兩期熱銷，市場向隅者眾多，發展商全速推出全新2A 期應市。2A 期位處項目單邊，景觀開揚，前望西沙高 Park 同埋海景，向西南方就面向馬鞍山同埋企嶺下海，單位類型多元化。今次一口氣帶大家直擊3個唔同間隔嘅示範單位，當中3房大戶唔單止配備現今新盤罕有嘅梗廚同埋名廁，發展商更加預先配置各式貼心家具，大大提升空間實用性。新鴻基地產旗下嘅西沙 Sierra C 發展規模龐大，最新推出嘅第2A 期由4座物業組成，提供727伙。實用面積由275至到835尺，戶型涵蓋1房至到3房，主打1房同埋2房單位，佔整體超過70%比例。大部分單位都可以享有海景。發展商今次打造出3個示範單位，首先參觀嘅3房無改動示範單位，參照3座20樓 A 室而建，實用面積700尺，3房1套梗廚連工作間間隔。大廳空間闊落，以落地玻璃趟門連接面積32尺嘅露台，露台闊度同大廳相若，室內採光度十足。發展商喺全屋唔同嘅地方都設計咗一啲貼心嘅配套，一入屋喺玄關嘅呢一個位就預設咗一組大型嘅入場收納櫃，可以用嚟做鞋櫃或者擺放一啲日常用品。櫃入邊亦都已經預設咗層架，住戶基本上一入伙就用得。發展商同時喺走廊位置度身訂造一組儲物櫃，善用每寸空間，外形美觀之餘，亦都能夠大大提升單位收納功能。沿住走廊進入寢區，3間睡房同大廳同向，一樣可以享有東南企嶺下海灣開揚景緻。特別要留意嘅係，單位入面2個浴室都屬於名廁，有助增強室內通爽度。呢一個櫃門更加設有通風格柵，即使閂埋門之後，仍然具有通風對流效果。主人浴室外接16尺嘅工作平台，發展商今次採用咗特別設計嘅玻璃門，除咗可以好似平時咁樣開門進出之外，日常亦都可以打開上面嘅窗仔，作為主人浴室嘅通風窗。廚房係獨立梗廚，空間闊落，備餐同埋儲物空間都充足，幾個人一齊煮嘢食都冇問題。除咗我身後嘅呢一片曲尺型工作台之外，發展商亦都喺對面嘅牆身預設咗呢一片多功能空間，住戶可以按需要靈活使用，當佢係當面工作台又得，用嚟儲物亦都冇問題。廚房亦都設置一系列名牌家電，包括明火煮食爐、7合1智能微蒸烤焗爐等，設備一應俱全。至於以3座20樓 E 室為藍本嘅2房示範單位，實用面積422尺，2房開放式廚房間隔，大廳以趟門連接面積27尺嘅露台，推開趟門就可以將室內外空間融為一體，飽覽窗外嘅開揚景色。而2間睡房亦都同大廳同向，景觀一致。發展商喺2房單位亦都善用咗走廊位嘅牆身，預設咗呢一個層架。層架入邊亦都已經有埋燈，住戶可以將佢用作展示櫃，又或者用嚟一般儲物都冇問題。最後參觀嘅1房示範單位就係根據3座20樓 J 室打造，實用面積299尺，大廳明亮寬敞，連接面積22尺嘅露台。項目標準戶嘅樓層高度最高係3.325米，有助擴大室內空間感。單位採用開放式廚房，除咗爐頭同埋星盤嘅呢一個位置之外，交流標準喺另外一邊亦都預設咗一面工作台，同埋更多嘅櫥櫃，等住會有更多嘅下廚空間。睡房設計同樣講究，同大廳同向，可以望到相若嘅景色。浴室設喺房間入面，令到住戶可以享有套房嘅方便，佈局用心。洗手盆貼心配備隱藏式去水位，創造出更多嘅收納空間，擺放梳洗用品。Sierra C 2A 期預計關鍵日期係2026年9月，樓花期只係大約9個月。隨住項目頭2期入伙，屋苑唔少會所設施都已經落成。
Sierra Sea 嘅住客會所連同公用花園同埋遊樂地方，合共佔地大約148萬尺，分為3大主題會所同埋4大特色地帶，提供多達168項動靜皆宜嘅消閒設施。而而家推出嘅第2A 期，大部分單位都可以望到開揚嘅湖畔小屋同埋人工湖景。加上發展商精心獨特嘅佈局規劃，今期有唔少單位都可以享有海景、翠綠山巒或者園林景緻，安坐家中都可以感受到四周大自然景色。